嘉义的圆环是这上出名的地标，这不但诉说着咱共同的历史记忆甲故事，伊同时嘛是美食发展的中心。对这个圆环放射出去，物件坐到互你食袂完。来到嘉义东市场这个大灶脚，有烧烫烫的物仔，嘛一定有凉的。介意食甜点的朋友，更加袂当错过这间连在地人拢推荐的60年老师傅古早味。这间豆花伫咧嘉义算是较少年的豆花店，也毋过头家当初是对着60年卖豆花的老师傅学功夫，并且结合嘉义豆奶甲豆花的特色，吸引真侪内行人甲游客上门。豆花的口味嘛真侪种。哇，刚才看这个今晚咧捧起来，就知影甲人无共款。因为一般咱咧食豆花吼，可能就是配汤水安尼啦吼。伊这间真特殊，就是用豆奶代替这个汤水吼。咱来甲食看卖，到底有啥物无共款？而且除了迄个黄豆的气味真重以外吼，佮加一个迄麦片的香味哦。无共款的粘醋安尼夹起来吼，真好食。佮加上伊个豆奶，甲豆花本身就是同款的物件，所以讲安尼配起来吼，一点仔拢袂伤贵。老头家过去是公务人员，伫咧52岁申请退休，因为真爱美食，所以去报名学做烘焙。烘焙的老师其中一节课教做豆花，互长期家己煮豆奶的老头家，自然呢爱着做豆花。前后甲3位老师学手艺了后，注重养生甲健康概念的伊，佮家己研发出纯天然豆花的做法。豆奶啊加谷类的话，它营养成分的提升，原本是那个不完全蛋白，它也转换成完全蛋白，还有一寡氨基酸啊，一寡好的物件，增加伊的营养成分安尼。正常来讲，无加燕麦，因为有的就是一个营养学博士有咧讲，就是讲豆奶啊加这谷类，个血压好啊，把顶面啊袂容易胀气啊，伊一寡成分啊，就是让人食到上好的豆奶啊，健康的豆奶安尼。逐工拢爱现煮6大桶的豆奶，黄豆浸过了后，开始落去研磨、拍成浆，搁再用大火落去控煮，1点钟了后才会当起鼎。少年头家教阮讲，除了用上高级非基因改造的黄豆落去煮，伫咧规个过程当中，最后要混装的时阵，搁会当看到因双手不停的搅拉，安尼真忝无毋对，但是安尼做出来的豆奶才会好食。一直卡咧动作，互伊豆奶较芳，一寡无好的物质会挥发去哩，互伊迄个味道个提升。因为这个是老师傅传承的，而且这是咱古早豆腐羹啊，一寡做豆奶啊，因一定拢爱这个动作叫拉浆啊。因为咱的豆奶是无加消泡剂，所以迄个豆奶一定爱做注意的。你啊温度收悬、收滚，伊一定虚浮出来。豆奶把足够臭味大，还有就是迄个搅拌啊，伊咧自动架啊，拢爱特别注温度啊，还袂够一定臭味大。拄煮好的豆奶非常的烫，但是两兄弟啊唔惊烧，不停的搅拉豆奶，亲像印度耦茶一个动作，每一鼎豆奶拢爱重复10几届的定时。看起来真忝，但是因希望会当互豆奶有搁较好的气味。过来就是加入互豆奶形成豆花的秘方。阮内底强调，阮是加一迄个葛玉金粉，迄个粉做的起来豆花Q 嫩，口感较无共款。迄个是一个忌讳，迄个因缘际会下去试着迄个粉，无正常豆花拢是用含脂粉，因为阮用迄粉一斤是300块。含脂粉是一斤30、40块、50块，所以阮的用的粉是比人成本搁贵10几倍安尼。
所以讲迄个粉做起来口感完全是无共款，啊，佮有伊对咱人嘛足好诶，所以阮就是用迄个挂枝粉来做咱的豆花。无用石膏，嘛毋是一般的番薯粉，因选用天然的挂物金粉来结成豆花，食到的是上天然的品质，唔惊落重本，只为着要让家己的豆花每一滴拢是健康天然的。看少年头家优雅又搁溜达的动作，就亲像是咧甲豆奶共舞一般，温柔搁细腻。可能嘛是安尼，在地人拢讲因的豆花食起来又绵又搁芳醇。咱来试因的芋圆。哦，这手工的芋圆吼，做了话是足 Q 软的哦。豆花本身这个滑溜的感觉吼，加上这个豆奶的香气，啊，搁有这个红豆的甜味，加这个土豆吼，安尼规个夹夹起来吼，安尼哦，一喙安尼食落足爽。豆花内面的配料，不管是土豆还是芋圆，全部拢坚持家己手工来煮。自细汉，妈妈就逐工煮豆奶互因啉，啉甲真惯势，嘛感觉家己因为啉豆奶皮肤变好，想要来分享因的豆奶甲豆花。既然是要分享家己厝的豆花，当然配料就袂当凊彩。你若像红豆啊、土豆啊，迄种物件变的物件，虽然外口都侪，啊无人摕台湾市，可是迄拢食起来，拢受过一个罐头味啊，啊无就是伤甜啊，啊无是味道毋是阮要爱。因为咱的豆花一定做甲足用心一点，啊就是讲，咱个迄个配料一定还是爱家己煮。迄个毋是单顾豆花，咱的上重要的配料，拢爱家顾好，咱可以食起来才会100分安尼。别人的土豆是电脑拣的，因的土豆拢是用人工落去手拣的。看到有无合格的，就爱拣起来，煮出来土豆才会绵绵松松。除此以外，番薯圆选用家己水拿在地的番薯，而且为着要番薯圆好食，阁不爱掺伤济粉，因阁特别开时间去研究。阮的食材拢用在地，你若像阮地瓜就是用水拿，啊个蚵仔用中部这边这个水路，啊个大家的蚵仔，因为每一个产地的蚵仔还是番薯拢无共款，做起来口感嘛有影响到。啊，阮加的粉，佫无要加上济，就是要保留食物最原始的味道。伊粉若加这个变较定 Q， 所以迄口感你人摕摕长，有时阵这冰的人摕摕长的。足紧就变定啊，咱就无介意。店内所有看到的食材，拢是家己做、家己煮的，放弃外口厂商的产品，嘛因为坚持，所以互因的生意愈来愈好。到尾连读土木工程，原底伫咧工地做主任的阿兄，甲大学读餐饮管理的弟弟陈平安，两个兄弟仔拢倒来甲老爸斗相共，规家伙人同心共力的勇气。来自人客的支持，甲信仰的鼓励。以前想着讲要创业，因为毕竟无想要去食头路啦。爸爸讲啊，无家己来做，这嘛是一个宗教的信仰啊。就是讲，我拄好参加一个妈祖会，啊，这妈祖会伫我咧讲要开业迄当，互我着落主。啊，我当下伫迄当，佫有一个勇气，互我当下来开这间店。啊，有妈祖的庇佑，互咱安尼一步一步成长。咱讲会头细落啊，一定爱来做啊好，爱用心啊做，每一步细节拢爱做注重。豆花一直就是台湾人心目中真经典的甜品。现代人进一步，佫甲变化出真侪新的食法。迄种感觉，就敢若亲像灶骹内面的妈妈，逐工面对同款的食材，所以当突发奇想，变出无同款的花样。
互大家安怎食就食袂先。